每种法。红姑缘是好朋友，一只大金条，两只做上桥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节目就要开始啦！发发，你爱发发财。阿爸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做个浴法，你娘，你係我種個菊花、蘭花、還有我最愛嘅玫瑰花。你娘叫個花苞已經生出來咯。阿爸，你很高興理髮哦。錯啊，呢個花是阿媽花。係隨呢個阿媽就開始種到你好個喲，就講阿媽就喊咗玫瑰，所以呢盆玫瑰花是非常非常特別嘅花哦。愛地嘞，玫瑰阿媽的阿媽花，從阿媽的阿媽的阿媽開始種，非常非常特別的花。哇，養讚！看看你這，爸爸，是你啦。謝姑，